1727年6月，英皇喬治一世駕崩。4個月之後，佢嘅仔喬治2世繼位。韓德爾被任命編寫加冕進行曲，其中一首樂曲《雄壯激昂嘅祭司扎多克》就成為每次英皇加冕必定演奏嘅樂曲。呢一座係西敏寺，擁有300年嘅歷史，係13世紀英法哥德式建築嘅代表作。由1066年起就成為所有加冕典禮嘅場地，亦係國王、詩人、名伶嘅長眠之地。除此之外，仲包括幾位著名嘅作曲家。坐落於西門兩側嘅塔樓，佢哋嘅歷史比西敏寺短好多，係喺1745年由霍克摩瓦建成。呢個時候嘅韓德爾亦都跟隨大眾口味，由歌劇改為創作格調較高嘅清唱劇，仲完成咗佢最著名嘅作品。水上音樂同首批歌劇喺英國獲得成功之後，韓德爾受聘於後來成為查恩多斯公爵嘅布列治，就喺位於倫敦北部埃奇威爾嘅大宅。韓德爾寫咗12首查恩多斯讚美歌，當中包括佢最擅長嘅教堂音樂同假面劇《以斯帖》。假面劇混合歌劇同清唱劇《以斯帖》係為咗慶祝公爵教堂重建而寫，雖然佢叫做聖勞倫斯韋特教堂，實際上係位於斯坦摩爾村。自12世紀以嚟，呢度一直都有教堂，而呢座紅磚塔係建於16世紀，係現存建築物最古老嘅部分。伯爵有自己嘅私人通道出入教堂，